是6筒，還是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112，今晚6集。諗翻起當年自己高考都已經係2、3年前嘅事啦。喺呢度預祝各位考生好似我咁旗開得勝。OK， 6人抬轎。閃，隨機單掉一隻。摸7筒自摸。中4個，睇連住嘅第2鋪。起手有冚槓先啦，其他牌都非常 OK 嘅。入得好順利啊！而家1上1碰1叫，冇理由要6萬嘅啫。買個暗槓返嚟，叫糊拖3、6筒。上家真係好識打，係我嘅6筒啊！好彩呢隻都係筒子，下家係食正張7筒喎，不過上家唔罰牌，我摸6筒都自摸啦。第3鋪，第1隻牌唔碰啦，入下張先。嗱，咁咪係咯，即刻就有啦。OK， 咁而家就入隻叫糊，所以有時候錯有錯着啦。3萬必碰啦，係嘛？堅持一陣先。OK， 卡窿5索自摸，上家3隻紅中有啲丟人現眼。喺連住嘅第4鋪。好啦，咁而家就碰過入個叫糊，積到而家要個4、500萬同埋5筒，摸紅中都得，中4個，第5鋪。而家其實係黐牌叫糊嘅，摸隻紅中就拖7筒，牌嚟錯啫，冇事嘅。中你，多謝上家畀多次機會我。你睇睇對家啲萬字，證明我都冇揀錯嘅，中5個馬。
最後一鋪。入張3同叫糊。舒舒服服。中2個，今晚係咁先，拜拜。